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选会公布，搁增加4件立委罢免案会当进入到第2阶段人数。目前总共有47件罢免案进入第2阶段，其中增加的4件是民进党的立委林俊宪、王定宇、李坤城甲吴基明。林俊宪冇上新的回应。 国民党在台南市针对王定宇立委和我林俊宪发起的罢免，根本就是民主政治的大笑话。伪造公文书有几千件，死人联署有几百份，为何在台南市的立委只针对王定宇立委和我？是否这是国民党为了明年市长选举在排除障碍？ 林俊宪质疑，为什么国民党的罢免敢若锁定王定宇、林俊宪，是不是在为明年的市长选举排除障碍？王定宇嘛讲，国民党竟然是公民团体发动罢免人数，根本是一种犯罪行为。那李坤城是对三重埔的乡亲有信心。目前拿立委防罢免的人数是35比12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